窄嘅辦公室都可以運動。辦公室健身術系列教你企喺度、坐喺度，每日用零碎時間，從頭到腳活動一下，翻完一日工都唔會變成僵屍。做深蹲訓練腰力、核心肌群、盤骨同大腿肌肉嘅力量。呢個動作喺深蹲之後提動，一次過對以上各方面嘅能力有更高嘅要求。下蹲嘅幅度到大腿成水平已經足夠刺激鍛煉股四頭肌，即係大腿前肌。低過水平嘅幅度，刺激更多會落喺臀肌。雙腳分開，與寬同闊，腳尖朝向外，打開約5度。下蹲至最低嘅幅度，再撐起至大腿成水平。撐起嘅同時，腳跟離地。留意膝蓋要對齊腳尖。要唔要做深蹲，視乎個人能力，尤其受到生理結構嘅限制，唔好勉強。股骨嘅長度、股骨頭嘅角度、髖扣嘅深淺以及朝向嘅方向，都能夠影響下蹲時候嘅活動方式。本身膝頭呈內八字或者構造唔正常，會導致臀肌、腿部力量唔夠，無法維持深蹲時大腿嘅寬度，導致髖關節受壓太大，又或者核心力量唔夠，影響髖關節活動角度，亦都會導致膝頭承受異常嘅壓力。